张总。爸。对，我这个名吃的。对。我这个你吃啊，这个你吃。这个就是。对。我的意思是继续。必须继续啊。要。爸。哦。这把你吃的对的，都是这个。当然。这是弄不弄啊？弄不弄。哎呀，说是。把那这水对不对着吧？做到不？把这卡水要嘛的。打卡了，打要嘛的。这些，8打子说，加打8说。俺这个怎么的？不是你们把那说，俺这都是把这的打了嘛，就他能怎么的？哼，他说的的，能就那少，能就那3，这我能嘛的。俺是把那跟你说。我还是那吧。俺去哪个拉萨住你？这打车上住你。走。光聚等不住。这样的。这打车这样的。俺饮料娘我是提的地方的。他饮料上冻的提的。我读的不？下山落去啊？有。我这啊，我呀，这波上的你都录的。啊，这不，这明天刚子弄叫动，团队扎心这些是的，的。你干嘛的？我这这些的呀，我这的，团队扎心的的。他人那是嘛的，我这大概就是要这个情况。我这开始，必须得这个情况啊，明的这样的，这样我这那么多啥子的给呢？这是给俺这是提前的呗，想着这咱把这别，我这干我这干你干嘛的？你也应该知晓。哦哟，先凶嘛，要凶。有些大人啊，说话特别讨厌，真的。就比如说我有一个阿姨，对吧？我买了双新鞋，啊，这阿姨说：“哟，你这……”让坐车上呗。听上了。我这几点过去？今晚还吃啥了？今晚你包上明天去。今年明的。热。热吧。要这对的。那这家不讲个主意呗？我这把那比那个陪要醒了，第二的陪俺过那个。啊，准备了，我拿了。米俺写没写的，俺可对的俺对我是。热。啊。我这拉不着住牛嘛的，他其他是拉不着等过的，打这我的嘞，打，用叫我的嘞，节目给打。咱不说生活那个事的。咱们这些多那么多呢，咱们少嘛的。必须讲声，必须对人嘛是的。必须讲些对人们必须讲嘛的，我做给没有嘛的。你那给他爸爸你个必须的，你给他什么年数啊？你那给他爸爸你个必须的。